兄弟平安，平安。耶稣听咱，咱来吟爱你到底。来到主前，卸下一切忧虑重担。耶稣，我来敬拜你，疲惫的心在你里面重新得力。耶稣，我来敬拜你，全心相信你的恩典和应许，随火之中不离不弃，全心相信万事都互相效力，我愿一生爱你到底。来到主前，卸下一切忧虑重担。耶稣，我来敬拜你，疲惫的心在你里面重新得力。耶稣，我来敬拜你，全心相信你的恩典和应许，随火之中不离不弃，全心相信万事都互相效力，我愿一生爱你到底。我全心敬拜，全心赞美，全心赞美耶稣的名。我渴望有你与我亲近，我一生要爱你到底，全心相信你的恩典和应许，随火之中不离不弃，全心相信万事都互相效力，我愿一生爱你到底，我愿一生爱你到底，一生爱你到底。感谢主，神爱我们到底。上帝的爱真是长阔高深，上帝的爱真是我们不配得，但是他就是爱我们到底。主啊，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是不是有真的是领受到主啊？因为你的爱，我们就愿意快跑跟随你。我们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再来唱这首诗歌，而且在一天的开始，特别在主日，我们用敬拜的心、赞美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也卸下我们的所有的重担，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神的面前来，我们就必得安息，好不好？我们在神的面前能够重新得力，因为敬拜他，因为亲近他，我们就可以重新得力。来到主前，卸下一切忧虑重担。耶稣，我来敬拜你，疲惫的心在你里面重新得力。耶稣，我来敬拜你，全心相信你的恩典和应许，随我
我亲近，我一生要爱你到底，全心相信你的恩典和应许，随我之中不离不弃，全心相信万事都互相效力，我愿一生爱你到底，我愿一生爱你到底，我愿一生爱你到底。神也要我们这样子回应他，一生爱他到底。阿们。今天不管我们的环境，不管你的面对的是顺利或是忧伤，但是主告诉我们，他的恩典够我们用。就如同保罗常常对自己说：“我要在我的软弱当中夸口。”当我在我的软弱当中夸口的时候，神的能力要复庇我，在我的生命当中。你有没有常常来到主的面前，对他说：“主啊，我很软弱，我需要你帮助我重新得力，帮助我，因为主说他的恩典够我们用。”我们一起来唱：“你的恩典够我用。”呼唤心意即实在，唯有你爱不更改，每个季节恩典只有满满。虽然经过水和火，靠着主我就刚强，每时每刻你与我同在。呼唤心意即实在，呼唤心意即实在，唯有你爱不更改，每个季节恩典只有满满。虽然经过水和火，靠着主我就刚强，每时每刻你与我同在。你的恩典够我用，你的恩典够我用，能力覆庇我软弱，靠着耶稣的神有得胜。我要唱着你的爱，永恒无尽头的爱，永不离弃，一生长相。呼唤心意即实在，呼唤心意即实在，唯有你爱不更改，每个季节恩典只有满满。虽然经过水和火，靠着主我就刚强，每时每刻你与我同在。你的恩典够我用，你的恩典够我用，能力覆庇我软弱，靠着耶稣的神有得胜。我要唱着你的爱，永恒无尽头的爱，永不离弃，一生长相。你的恩典够我用，你的恩典够我用，能力覆庇我软弱，靠着耶稣的神有得胜。我要唱着你的爱，永恒无尽头的爱，永不离弃，一生长相伴。今天的主日对咱来讲是一个最重要的日子，是咱的主耶稣要再一摆得胜的日子。因为主耶稣为着咱定立十字架顶，因为的死，互
互咱的生命过活。你确信你的生命有过活吗？对我来讲，每一天拢是一个过活的日子。因为主耶稣讲，他的恩典每早晨都是新的，就是因为每早晨都是新的，所以我们的生命就要不一样。因为宝贵的十字架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给我们救赎的恩典，所以我们要深信，我们要感谢主耶稣，让我们的生命因着宝贵十字架重新得力。我们一起来唱《宝贵十字架》。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身躯替我打破，带我入光明，脱离黑暗款式，予我会通搁看见。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宝血为我流出，宝贝是价格，伊伫阮地流出，予我完全的自由，宝贵是价的快乐是我生命。主耶稣，我跪落敬拜你，宝贝是价的救恩，是你所立的约，你的听永远拢袂改变。主耶稣，我感谢你。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身躯替我打破，带我入光明，脱离黑暗款式，予我会通搁看见。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宝血为我流出，宝贵是你价，伊伫阮地流出，予我完全的自由，宝贵是价的观念是我生命。主耶稣，我跪落敬拜你，宝贵是价的救恩，是你所立的约，你的听永远拢袂。宝贝是价的关联是我的生命，宝贵是价的关联是我生命。主耶稣，我跪落敬拜你，宝贵是价的救恩，是你所立的约，你的听永远拢袂。宝贝是价的关联，宝贝是价的关联是我生命。主耶稣，我跪落敬拜你，宝贝是价的救恩，是你所立的约，你的听永远拢袂改变。感谢耶稣为阮受苦，感谢耶稣为阮牺牲，感谢耶稣是一个的救恩甲恩典。因为你的鞭伤，阮拢会当得到医治。
因为你流出的宝血，会当阮的罪会当得赦免。哈利路亚，感谢主！哈利路亚，感谢主！哈利路亚，感谢主！是一个不再是咒诅，是一个不过是见效，是一个已经是阳光，救赎人类的大疼痛。主啊，是神爱世人的记号。主啊，阮感谢阿罗你，主啊，阮感谢阿罗你，宝贵十字架。主啊，这个宝贵的十字架，要甲阮的生命有真深的结连。主啊，阮会当受拣选成做你的囝儿。主啊，所因为你道成肉体，屈家家己，成全迄个十字架，完全的救赎甲疼。主，阮就安尼，当成做你的囝儿，阮要安尼感谢你。主啊，感谢阿罗你，主啊，感谢你。咱每一天，最近我常常用牧师教咱的，每一天我们要用开门做祷告，每一天回到家里要做关门的祷告。每一天我透早起来，我就用牧师教咱的方式，我将我的手放伫我的额头，我一个十字架了，我讲主啊，我今仔日的心思意念放伫你的面头前，恳求你来带领。我再一摆将我的手放伫我的腹肚遮，我来主耶稣讲，主耶稣，我今仔日将我的欲望，将我要讲的话，将我要所做的欲望，恳求主你来帮助我，互我学习节制，凡事节制。我阁将我的手放伫我的座上，我讲主啊，我的心交予你，我的心完全交予你，恳求你对我的心讲话，互我的心无因为人的讲话，迄个环境来忧伤、来烦躁、来不安。我阁将我的手放伫我的右手，主啊，我今仔日所要做的代志，我的理性、我的能力、我所有的一切，交托在你的手中。最后，我伫我的头前画一个十字架，讲主啊，今仔日我要排着你互我的十字架，互我的心有智慧，互我的手有能力，互我的脚行入你所为我预备的道路，行正确的道路。每一天我用安尼的宣告的时阵，我就感觉讲，我真的不是来到礼拜天，我才是在耶稣的脚前，而是我每一天我都在耶稣的脚前。甚至我伫公司的时阵，我有当时会烦躁的时阵，我就会去到一个安静的所在，我搁做继续摆做这个开门的祷告，恳求主来我的心内帮助着我。所以咱拢常常讲，来到主的脚前，不是讲我一定要跪落伫遐，是我们把自己带到耶稣的跟前，那才是最重要的。咱做伙来念这条，在耶稣的脚前，我们要谦卑虚虚的敬拜，在主耶稣的面前，要安静的留心聆听，等候主的旨意。在耶稣的脚前，谦卑虚虚敬拜，赞扬主的容颜，在耶稣的脚前，安静留心聆听，等候主的旨意。在耶稣的脚前，在耶稣的脚前，谦卑虚虚敬拜，谦卑虚虚敬拜，赞
放下一切挂虑，完全相信，完全交托，在耶稣的脚前献上一切所有，毫无保留。我尽在耶稣的脚前放下一切挂虑，在耶稣的脚前放下一切挂虑，完全相信，完全交托，在耶稣的脚前献上一切所有，毫无保留。我敬拜你。等我一天的工课结束，回去到我的家庭当中，我嘛再一摆用牧师教人的方式做关门的祷告。我们每一天从早晨到黄昏，我们在这世界上会经历到很多不愉快的事情。当你把你的情绪，把你所有不愉快的带到家里的时候，会影响到家庭。这时候我回到家，在车库的时候，我还没有下车，我又再一次的把我的手放在我的额头，说：主啊，今天我有可能有不好的心思意念，求主赦免我。我再一次的把我的手放在我的肚子这里，说：主耶稣，我今天有不好的欲望，有不好的跟同事的对话，求主赦免我。我再一次把我的手放在我的左胸，说：主啊，今天我的心有没有全然交给你？如果没有，求你赦免我，也帮助我。我再一次的把我的手又放在我的右肩膀，说：主啊，谢谢你赐给我今天，不管在工作上，在人际关系，都可以活出你的样子。虽然有可能不足，但是谢谢你，谢谢你爱我。我再一次的把我的手放在我的胸口，说：主啊，我要回到我的家里，是要带着耶稣的爱，所以帮助我将所有的负面情绪、不好的通通关在你那里，让你来接受，帮助我今天带一颗喜乐的心情回到我的家庭，与我的家人分享今天所经历耶稣在我的生命的祝福。当我每一次用这样的方式，我觉得我真的很喜乐，不是因为我在喜乐服侍，是因为神让我的心因着他在我的生命当中覆盖住，所以我很喜乐。所以我们感谢主，让我们可以在他的面前，可以把我们所有的不好的、好的都可以对他说。真的感谢耶稣，感谢耶稣。所以我们谢谢主，我们再来唱一首《在耶稣的脚前》。在耶稣的脚前，谦卑屈膝敬拜，赞扬主的容颜。在耶稣的脚前，安静留心聆听，等候主的旨意。在耶稣的脚前，放下一切挂虑，完全相信，完全交托。在耶稣的脚前，献上一切所有，毫无保留。我尽在耶稣的脚前放下一切挂虑，在耶稣的脚前放下一切挂虑，完全相信，完全交托。在耶稣的脚前献上一切所有，毫无保留。我敬拜你。我们预备接下来的礼拜，
着家己谦卑伫主的面前，伊就要高声恁，亲近上帝，伊就亲近恁。是来吟圣诗，圣诗148首。俄勒阳光尊贵甲权势，俄勒阳光尊贵以及权势，智慧权能流传直到万世，一切荣耀归伫得胜的主。天国宝座冕旒是伊所有，请起立吟全首。
起来，用使徒圣经做咱的信仰告白。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圣女玛利亚出世，伫本着彼得罗入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过活，上天担坐全能爸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信徒的相通。罪赦免，肉体过活啊，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这是咱三个来启应，启应文第34篇，启应文34篇，以赛亚第53章，启应文第34篇。咱所听见的有之是信啊。因为伊伫地面前生长，亲像剪剪的影。伊无好形状，无威仪。伊受看轻，互人放杀。伊受看轻，亲像互人黄面无看钱样。伊是在担当咱的忧闷，背咱的苦痛。总是伊为着咱的过失受伤，伊担当刑罚，咱得到平安。咱拢亲像羊迷路。伊受压迫，拄着艰苦，还阁无开喙。阁亲像羊伫检问人的面前无出声。伊对压迫甲审判受处去。伊虽然无行强暴，喙也无诡计。伊放杀性命到死，伊也立伫罪犯的中间。阿弥，这是咱吟圣诗141首。圣诗141首，耶稣做咱牧者，耶稣做咱牧者，愿咱拢无害，抱伫伊的行程，真安稳自在。咱应该着对伊挽过伊带路，无论经过旷野，也是踮伫草坡，请咱坐咧吟全首。
三个来祈祷。听阮的主，阮感谢伫你圣的主日，搁一摆来甲主你的圣殿敬拜。检查阮心中有济济苦痛，因为迄是阮也无认捌主你，阮还阁有济济艰苦事，因为主你替阮死的时，阮也有袂认真去捌主你的对阮的疼，求主你的圣神，搁一摆临到阮每一人的心中，互阮来去蒙着主你大大的恩典。因为阮毋是用讲的，阮是爱谢念主你对阮的疼，认捌主你真理。阮安尼恳求，拢是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免。请圣乐队。
恭喜上帝的话，记在旧约撒迦利亚书第9章第9节。撒迦利亚书第9章，锡安的查某囝着大欢喜，耶路撒冷的查某囝着寸欢喜的声，看你的王来上群你，伊是公义，搁行拯救，温柔搁徛驴仔，甲驴仔所生的驴仔囝。咱来看一位，伫新约腓立比书，新约腓立比书2章5节到11节。腓立比书2章第5节，恁着有基督耶稣的心做心，伊本有上帝的形状，无掠甲上帝平等，做所接受的，反倒摒空家己，取奴仆的形状，成做人的样相。已经有亲像人的款式，就屈家己，顺服到伫死，甚至死伫十字架。所以上帝高升伊极悬，赏赐伊迄个名搬过万名的顶面，或见若伫天、伫地、甲伫地的，伫耶稣的名，无一个骹口碗毋跪拜，无一个喙毋称呼耶稣基督做主，来荣光爸上帝。这是讲到上帝难以理解的奥妙的计划，咱请曾牧师。亲爱的姊，咱搁一摆同心来祈祷。至圣的上帝，充满怜悯、慈爱、天父阮的上帝，愿伫即个真重要的节期，阮伫你面前深深感谢你。总是因为阮的有限，阮对真侪上帝你的奥妙，甲你的心意，并毋是真正真清楚。至圣的天父上帝，求你怜悯帮助阮，互阮伫今仔日的礼拜，阮开始用阮的心神接触你同行。求天父上帝帮助阮，互阮正做一个会通明白上帝你奥妙的作为的行子。伫甲阮伫一生中间，阮对你的信心甲倚靠就无受摇动。天父阮的上帝，愿恳求你对阮讲话，特别因为你的奴仆。对真侪上帝你家己的作为，并毋是遐尼深刻，会通完全了解。你要爱你的奴仆对你的囝儿查某囝所讲的话的事，你的奴仆深深感觉无够额的软正。愿天父上帝你的圣神对阮讲话，互阮每一个人拢正做一个听道理、明白道理、活出耶稣基督救恩你的囝儿。阮恭敬伫你的面前。开阮的心门，切切邀请你来掌管阮的生命。阮伫你面前安尼祈祷，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今仔日是咱的教会节期，逐年拢咧过的，叫做棕树节、中秋节。这个节期是一个真要紧的灵修的开始。有的教会因用40日，但是咱基督教。也是讲所有的改革宗新教，咱有当时无遐尼长，所以咱常常拢用差不多一礼拜对中秋节，然后叫做受难周，然后就开始一直到过活节。亲爱的姊妹，愿上帝的圣神感动恁。如果恁若脚步伫恁的神的顶悬，毋是干那听甲知。你若较无你的生命中间有一份真正互上帝圣神迄个敬虔奥妙的画面，甲你三甲弟弟兄弟姊妹，不妨伫即礼拜，你会当采取一种的祈祷，叫做禁食祈祷。你讲无事，我从来毋捌禁食祈祷，我要安怎禁食？比如讲，你每一日的中昼莫食中昼顿，会使无？其实有真侪人，因一日就食2顿尔，迄是习惯的问题。但是因为咱特别改变咱的习惯，伫中昼无食饭，
迄个时阵，咱会感觉特别腹肚枵，咱会感觉特别有一种的欲望，想要食咱爱食。但是伫迄个中间，咱的心神就开始祈祷，咱约束家己的心神，伫迄种的禁食的内底，咱会感受到一项无亏力的中间有亏力，无亏力的中间有亏力。伫我的内面有上帝的圣神运行伫咱的中间。或者你嘛会当禁食较长的时间，比如讲特别伫受难周拜四。你暗顿食了后，你就莫阁食饭，一直到拜五的延暗，你才阁食。这一日的禁食，无论是一顿的禁食、一日的禁食、3日的禁食，拢无要紧。你若假使未了解要安怎做，你来问牧师，牧师真欢喜，甲你讲安怎准备家己。愿天父上帝，我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开始来领受，上少一年一摆。感受到耶稣，伊为什么要行各各他的道路？我个人虽然当年拢咧读这段的圣经，但是总是有真复杂的感触。我感觉讲，上帝你遐尼奇怪，好上帝，你要拯救人，敢无千万的方式嘛？我毋知你捌想过这种的理由无？好人的上帝，大大有权力的上帝。啊！你好事毋做，啊！你采取去伫十字架顶悬流血流滴，然后牺牲你家己。有真侪未了解，但是伫咱安静祈祷的时，上帝无一定甲咱讲话，但是你忽然有迄个光，你就会了解。我已经63岁，一直到昨晚，我咧想讲，这礼拜我所写的讲道片内底。我问我家己这个问题：讲上帝，你是一个至权的上帝、荣耀的上帝，你何物采取迄种亲像乞食奴才、迄种软弱的形象？你甲阮的厝边问讲：啊，恁的耶稣是犯着什么罪？是安那开着爱钉伫十字架顶悬？咱哑口无言，毋知要安怎回答。所听兄弟姊妹，圣经讲这就是天国的奥妙。上帝的奥妙，耶稣基督的奥妙。然后保罗伫伊的批信中间讲真侪有关着十字架甲世间荣华富贵的信心。咧准备这篇的讲道，我感觉真困难，因为讲道常常拢是用理性的话、逻辑性的话来考劝人，你来相信，你来接受。但是罪甲悔改，真困难用理性的话来要求人讲你认罪吧。所以今仔日要行住这个讲台，我有一种的压力的感觉，讲上帝，我凭什么甲我兄弟姊妹讲悔改认罪的信心？但是我感觉我应该爱甲恁分享，因为这是耶稣基督，伊用一个世间人无法度了解。连耶稣的12学生嘛无法度了解，所有的初代教会拢无法度了解，甚至连耶稣基督高活了后，伊的学生嘛犹阁无法度了解。2000年来的教会嘛犹阁有真多的争论，但是我求天父上帝圣神帮助咱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打通你们信仰的属灵任督二脉。你若爱看迄个武侠小说咧，你就讲看到人讲，若要练气功吼，上界大迄个最高级的迄个师傅吼，伊一定爱打通伊的任督二脉，然后伊气血循环，伊功力才会无限。到底是咪给你甲咱讲什么？所以兄弟姊妹，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今仔咱所读的撒迦利亚第9章第9节，伊是伫耶稣也未出世进前，大概700年、600年，就已经预言写伫撒迦利亚的书讲，有一个君王要骑驴仔进入耶路撒冷，阳光的王要来临。后来耶稣真正
骑驴啊进入耶路撒冷。今日牧师无个因迄个马太、马可、路加、约翰4本的福音书讲甲很浪漫，吼！耶稣就甲伊学生讲：你去甲你头前有一只驴啊，有一个人因门口有一只驴啊，你甲伊讲，你的主人要用伊。世间到迄个代志，阮兜驴啊，你来甲我讲一句话，讲你要用，我就互你牵去。这个故事足奇怪，真浪漫。后来耶稣就骑这个驴啊入耶路撒冷，进入圣殿。沿到迄个做生意的，伫礼拜堂外口迄个伫换钱的做生意的，然后甲因鞭拍收起。伊讲我的礼拜堂，我的圣殿，敢是即种世俗化做生意的所在？然后伊逐日祈祷，带伊学生准备拜三暗要受掠，拜四要受审判定死，后来要进入伫埋葬，一直到第3日过活。这就是咱今仔日的圣经的背景，甲耶稣基督的故事。虽然圣经明明上帝伊的奥妙，几百年前讲的预言后来实行，但是人将预言当作故事，实行当作故事，从来无甲当作是一种活伫我的生命内底的应允。迄个主耶稣基督要降生伫我的生命中间。为什么好好上帝唔做，都要定伫十字架顶悬？我嘛问上帝讲：上帝，你何苦为难耶稣基督？昨暗我才知影讲，上帝甲我讲，是为着我的罪。所以你即摆你敢捌想过？咱信耶稣基督。咱的人生中间拄着多的困难，是因为耶稣甲咱担当。我就忽然想到，四川大地震的中间有一个真水的故事。伊咧讲迄个大地震的中间，死足侪人，后来挖出来有一个妈妈，伊甲伊的红叶蓝条条，伊的胸坎的衫已经脱开，迄个囡仔含着妈妈的灵房。妈妈用伊身躯甲伊砍咧，虽然后来两个拢死。这场上帝甲咱讲，耶稣为着咱的欠过软正危险，伊用伊的生命甲咱惹砍，甚至陪咱死。信仰毋是用语言的苦劝，信仰是一个忽然，你了解讲。上帝，你不是莫名其妙，你听我到这种的程度。所以听的姊妹，听讲道不是咧听好听有道理的知识，听讲道是愿望上帝讲进入咱的生命中间。咱伫主的面前讲，主我才知影讲，你何米苦？始作俑者是我，因为我的软弱，因为我的糊涂，我搁一摆将耶稣钉伫十字架顶悬。所以听兄弟姊妹，牧师嘛是罪人，凭什么资格甲恁讲责备悔改的信息？但是耶稣听咱，伊爱咱明白，这就是为什么。一个荣耀的君王，伊愿意用伊的生命遮砍罪人，然后伫孤单的心情中间一步一步，对阳光的耶路撒冷行到各各他，拢无解说。伫审判的时，坦然为着上帝荣耀受审判。愿主帮助咱明白十字架。是所有这个世间最吊诡，这个世间最吊诡的一个信仰的裁判。今仔这段圣经短短讲色安的查某囝，其实伫和合的圣经无翻做查某囝，有的圣经翻做查某囝，有的圣经翻做色安的百姓子民，但是原文真正就是色安的查某囝。上帝甲咱当作伊的查某囝，每一个人。所以圣经有一个翻译讲，上帝的子民有一个荣耀的君王要来接近咱。
我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甲主耶稣讲，主耶稣我何德何能？但是我要深深珍惜，你为着我所做，遮尔特别会听。愿天父上帝望着咱的心，伫遮尔奇怪的故事，遮尔恶的解答，2000年来真侪神学家咧争论。有一摆我甲老师咧读册，1对1的学习，迄个课程，就是一个老师一个学生，伊指定我读册，甲我讨论一寡问题。我甲伊讲，如果若照你讲的，安尼是安怎上帝都爱遐尼辛苦，互耶稣定十字架。如果逐个人来当用各种的方法，拢得到上帝怜悯甲祝福，那为什么上帝要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迄个问题一直陪我到今仔日，我才知。迄毋是一个争论的问题，是一个了解咱个人的需要。耶稣是为着你，为着我。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遮尔奇怪的故事中间，对期待后来到震撼绝望去了了啊！我对耶稣弥赛亚是要来复兴以色列人国，要来车倒罗马帝国。要打败罗马的军兵，我所信的耶稣是上帝的救世主弥赛亚，伊要兴起天兵天将。我所信的耶稣，伊开安尼，开死伫十字架顶悬。耶稣讲：“我是我毋是你所想象的，我嘛毋是照你的想象创造出来的耶稣，我就是我。”真侪基督徒信上帝。信耶稣，拢用咱的期待跟咱的想象力要求上帝，你就变成这样子的上帝。求天父上帝帮助阮，因为咱是用人的有限，用人的人生来看耶稣，不怪咱真困难了解耶稣是什么。这张图恁看到啥？这张图会当形容讲，圣经咧讲，伊本是荣耀的君王，但是伊屈家家己，除了罗马的形象。伊本底是治王母，但是伊后来治气魄。这张相嘛是咧讲起人的选择甲耶稣的选择。耶稣将伊的王母脱落来，然后耶稣用温人将迄个侮辱的荆棘冠冕戴伫伊的头壳顶，荣耀的君王变做牺牲的羊羔，有真侪的讲道，真侪神学的著作，拢环绕这张图。但是我感觉，有时那是画蛇添足，人想要用人的财物来解说上帝奥妙的作为。这句话真简单，就是耶稣为着咱，伊选择牺牲。这张图嘛咧问咱讲，咱为着耶稣，咱选择什么？所以听下这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开始去思考。伫人生中间有一种杯叫做苦杯，伫人生中间一种杯叫做福杯，但是伫上帝手中有一种杯叫做圣杯。所以有电影、有小说、有真侪的图片，拢咧描写讲世间人咧找当时伫最后晚餐耶稣所使用的收生菜迄个杯。恁有看过迄个电影无？有真侪人讲迄个杯一定是黄金佮铺银，一定镶满了钻石，较有可能。一个宋乡的马可因的家庭，一顿伫社会中间的下九流，一顿肉色吃。当耶稣甲因做伙咧食饭，普通时所用的餐具，一定是足平凡、足粗俗的餐具。无论是用茶雕刻的，无论是用灰啊土烧出来，很粗糙的陶器。
但是迄个物件，上帝甲伊变做算变。有一条路是死路，有一条路是活路，但是有一条路是主啊，我愿意。这叫做十字架的神圣的旅途。所以听的姊妹，牧师用这张图送予恁，恁若愿意，你会当伫你的心内问你家己讲：当我伫人生中间，我咧行什么路？天父上帝祝福恁超越人的有限。我咧亲属上帝的奥妙甲伊，我学得了解作为。我甲上帝讲：上帝，你为什么开要安尼做？我看到家己，我看到人伫人生的中间会限制，因为咱需要食清用，因为咱需要望会到、看会到，所以人伫脚步的中间，咱总是期待一个迄个有权能的上帝，伊会当对咱伫迄个沉沦的中间，甲咱救起来。所以世间人所咧敬拜的神，一定是充满魔术性的大权能。咱所找的瓦靠，拢是权势、财富。但是今仔日各国他的耶稣，伊咧甲咱讲什么种？伊甲咱的祈祷讲，恁着安尼祈祷讲，阮伫天顶的爸，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伊所有。咱相信咱所祈祷的对象，是一个掌权的、拥有国度、拥有荣耀、拥有权柄的上帝。但是兄弟姊妹，包括牧师，包括真侪神学家，咱咧解说国度的时，就是我要为着耶稣摕王权，我要为着耶稣坐荣耀的位。耶稣甲咱的祈祷，敢是安尼吗？国、权能、荣光，什么人的？是上帝。咱毋免计较讲咱有无，因为这个上帝伫地当的中间，伊嘛已经讲，我着亲像老母，我也看定，甚至甲献出我家己的生命。所以听兄弟姊妹，愿咱安静祈祷，毋是通过牧师对恁的讲道的分享，是通过恁敬虔的脚步。上帝伫你人生中间带恁行人生的路，上帝伫恁的基本中间赏赐恁智慧，互你明白耶稣基督的奥妙。奥秘，这个字是保罗伊的批内底常常讲。奥秘这个字英语叫做 mystery， 英语这个字是对圣经来。因为圣经咧讲起奥秘这个字叫做 M-U-O， 不是 M-O-U， 是 M-U-O， 叫做 mu。这个字原文的意思就是哑口无言。当我徛伫上帝伊荣耀的面前的时，我看到伊的尊贵荣耀，我忽然哑口无言。当我听到上帝伊的交代，伊所交代伊的作为甲伊的计划，我毋知要安怎回答，因为伊所讲的伊的要求，甲我所爱拢无共款。所以圣经咧讲起，当人徛伫上帝的面前，有上帝望到的时，伊就战战兢兢行遐，哑口无言。这个字伫圣经中间讲上帝的奥秘，上帝的奥秘。所听兄弟姊妹，多多敬虔的人会当看见上帝。愿天父上帝当帮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甲伊面对面。其实毋是为着讲道，我看到这篇相片是有一日，我足爱收集相片。
我有一个习惯，我有去订阅迄个国家地理杂志伊的 APP， 所以国家地理杂志逐日拢会寄几张、5张、6张的伊的经典之作的相片给我。我忽然有一日看到这张相片，一条椅仔，伫椅仔顶放一个啥物件，你有看无？有较远，恁可能看不介清楚。皇冠，一个国王将伊的帽啊脱落来。我看到这个相片有真多的想象。锁定的姊妹，这张相片来讲，腓立比书今仔所读的第2章第6节，非常的贴切。伊讲耶稣本有上帝的形象，无掠甲上帝平等，做伊的啥物坚持，所着接受，意思就是我主张，我坚持，我就是我是神。凭什么你唔落去，叫我落去？伫这个所在，耶稣无掠家己甲上帝平等，取罗卜形象，将伊的主权，将伊的王母讲阿爸天父，你讲就是，伊将伊的帽仔脱落来，放伫迄个椅仔顶。这段圣经对咱嘛有这种的邀请。上帝邀请你将你心中的坚持、自尊、你的主张、你的主权、你的才能，包括你的见笑，包括你的欢喜，包括你真多的情绪。兄弟姊妹，你敢愿意交上帝？因为这段圣经伫11节伊讲，因为安尼，上帝就高举伊。伫万行有的顶悬坐至高的名，所以兄弟姊妹，这种的十字架的道理，英语有一个字叫做 paradox。paradox 这个字，简单翻译讲，是非而是，听起来袂了解，听起来是毋对，但是伊是对。圣经中间有真侪假事，伫世间人看作愚妄，因为伊听起来是无法度理解。我都无咧戆过，听你遐有诶无诶。圣经的奥秘其实就是 paradox， 伊的意思就是是非而是，毋是似是而非，晓得？共迄4字，但是倒变过来完全无共款。咱常常是主张似是而非，但圣经是咧教咱讲，这个世间事事伊讲好亲就对啦，毋是讲世间事哦，毋是，是好亲就是对哦。啊，听了耳根拍拍，拢感觉讲，哎呀有理。但圣经上帝的奥妙就是是非而是。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去学习耶稣。每一摆的受难周，拢是咧唤起教会学习耶稣基督。第一，学耶稣，有耶稣基督的心做心；第二，为耶稣来活；第三，为耶稣来死。这是保罗的一生的3个阶段，保罗的信仰的3个成长的阶段。第一，伫迄个大马色的路上，耶稣基督开我的目睭，互我认捌耶稣基督，所以我就学耶稣基督。然后我知影伊为着我活，我要为伊来活；我知影伊为着我死，我愿意为着伊来死。这就是保罗的十字架的道理。所以后来伊伫这个受教教的教会，真侪人伫迄个资本主义、物质主义、荣华富贵的迄种的羡慕的中间的影响，特别是哥林多教会，保罗真严格甲因责备。保罗伫迄个所在所讲，有人求仙业，有人求智慧哲学，但是我的嘴只有讲起钉十字架耶稣基督的故事。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明白耶稣基督的故事到底是咧讲什么故事。今仔日这2段圣经，
我要甲恁分享2个祈祷。第一，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伫今年的受难周，我明白你的十字架带予我什么种的祝福。你讲牧师，我已经信主遐尼久，我知影耶稣基督十字架代表牺牲的疼，耶稣基督的代表拯救耶稣基督。知入心，定心去想，你所知的信仰对你提出什么种的要求？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伫这个荣华富贵的世代，人看轻伊，因为伊一点仔都不好玩，因为伊一点仔拢无好康。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国度、荣耀、权柄。愿天父上帝帮助咱。这就是我问上帝讲：上帝为什么你遐尼战争？上帝讲：因为我听你。我一直袂明白讲，当上帝咧讲，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我拢甲伊当作箴言，会晓背，但是毋知影，原来这个理由是因为我。所以兄弟姊妹，愿咱伫今仔这个礼拜，咱真个人性、真隐秘性，你甲耶稣讲话，你求主耶稣讲，主耶稣赦免我，让你操心了。主耶稣因为我的危险，你亲像迄老母拍伫我的身躯顶悬，主怜悯我，帮助我。我要甲咱讲，十字架带来3项，因为十字架的疼是牺牲的疼，是给予的爱。保罗伫伊的话中间讲，咱的主耶稣基督，伊伫天顶是荣耀富贵，是丰盛万学有。伊本是富足，却是为着咱，将伊内底丰盛的活命就予咱。拢无保留，伊将伊一切丰盛的活命，拢无保留。也这你知吗？耶稣讲：“我来到你的人生，是为着要互你得到丰盛的活命。”耶稣这种的作为，就是给予的作为，一种牺牲的爱。安静想，感谢上帝。第二，十字架疼是一种降尊为卑的爱。高高在上天顶的神，这就亲像拄开始牧师用迄个真吊诡的话问讲：你好好上帝毋做，为什么要做这种的上帝？德蕾莎修女照顾真多临终的老人，所以德蕾莎修女伫全世界受人尊敬，是因为人气煞连印度政府都无法度照顾街头游民甲遐个临终的老人，死伫外口遐个人，伊去甲政府申请准伊做这个工作的时候，政府甲伊讲：你照顾较会了，阮印度满是这种人，你甲照顾会了。德蕾莎修女讲：我嘛毋知呢，但是做一下照顾一个算一个。德蕾莎修女甚至照顾当时因为宗教信仰的对立，甲伊配出来母族迄个庙公，印度婆罗门教的庙公糟蹋修女，糟蹋德蕾莎修女。后来因为伊到年老，无法度照顾家己，伊嘛互庙甲等去下，互伊兄弟甲等去杀，所以人就甲供来德蕾莎修女伊的这个最后临终慈善之家。这个人伫羞辱的面前又搁见笑，但是又搁不得已接受迄种的怜悯。后来到伊较贪婪的时阵，讲出一个足疑惑，伊问修女的胸坎迄个十字架，伊问修女讲：你的上帝犯啥物罪？谁那个爱钉伫十字架顶悬？
德蕾莎修女拢无甲伊讲大道理。德蕾莎修女甲伊讲，伊为着咱的欠缺，伊疼咱。所以，爱的姊妹，信心无行为是死的。耶稣留予咱十字架最大荣耀的典范，就是伊高高在上，却选了罗马的形象，屈给家己，无掠家己甲上帝平等的主权。今仔的人类有麻烦啊！今仔的人类有一个大麻烦，因为今仔人类要做家己的上帝。今仔日的人类拢感觉会使无上帝，但是袂当无家己。兄弟姊妹，无论世间安怎主张，你我咱拢主张，上帝永远是我的上帝。有天要上帝帮助咱听耶稣基督的话讲，听保罗所讲，咱就要用耶稣基督的心做心，学耶稣基督的作为。看伊安怎生活，咱安怎生活；看伊安怎付出伊的使命，付代价来完成伊的使命，咱嘛愿意付代价来完成伊所交代咱的使命。伊本有上帝形象，无掠家己甲上帝平等，这就是一种主权的顺服。伊原本是有主张的，但是伊讲。上帝，你讲就是，这个杯若通互这个杯离开，但是是照你的意思，毋是照我的意思。兄弟姊妹啊，安尼咱有了解圣经的话吗？是了解。但兄弟姊妹，你敢愿意用你的生活来回应圣经的教示甲要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伊的面前，咱哋今仔日知影讲，今仔这个故事甲咱息息相关，因为伊有关着咱的灵魂的得救。圣经讲这叫救恩，救恩的意思就是，甲我洗身躯，用伊的宝血甲我压榨，用羊羔的宝血互我8亲像洗，互我当返璞归真。因为上帝创造我的时，是一个清气的人，但是我伫这个世间生活了后，我已经无亲像当时上帝所创造的我。救恩的意思，就是通过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咱甲上帝和好。救恩的意思就是通过耶稣基督的死，咱甲咱家己和好。我有一个搞怪囡仔住伫遮，我有一个敬拜上帝的囡仔住伫遮，但是这两个囡仔常常冤家。我有一个想法，无爱上帝的话；我有一个想法，讲上帝的话就是律例。但是这两个主张常常有冲突。今仔这两段圣经是保罗讲，因为耶稣基督。所以，咱甲上帝有好好的关系。伊做咱的爸爸，咱做伊的囝。因为耶稣基督的死，咱的自我不再矛盾，咱的情绪不再有冲突，咱的生活中间，咱甲咱家己和好。所以，兄弟姊妹，这个功课无容易。非常困难，但是我靠耶稣就无困难。你甲耶稣讲，伫今年的受难酒，你忘我的心，做伫今年的受难酒。我要减讲话，但是我的心要为你来活。所以，亲爱的姊妹，如果今仔日桌顶若有2项选择互你。也在用祈祷，你选择吧。迄个探险家圣杯的电影，伊咧讲去找找所有的
宝藏，伫迄个迷惑中间千千万万的飞，但是毋知影对一个飞是正确的。你若选毋对，你就死。所以有人就开始去想象讲，耶稣是尊贵的王，所以一定系遐金仔飞。但是一个人物，耶稣是一个连过头壳的所在都无的人。伊讲我的耶稣一定毋是安尼。兄弟姊妹，这叫做吊诡。吊诡意思就是 paradox。伫圣经讲，这就是mystery 奥秘。所以兄弟姊妹，用单纯的心，咱甲上帝讲，上帝虽然学得了解，你的作为虽然学得了解，但是我着戆戆啊对你就好啊，还这敢毋是安尼？你敢愿意戆戆啊对，相信深深啊对？主啊，虽然道理真深，我未了解，牧师讲遐尼多，我不管啊。主，我就是要做一个真单纯、敬拜你、相信你的基督徒。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甲耶稣同款。愿主耶稣用伊的疼望着咱的生命。拄则咱讲3种的十字架的爱，第一个爱牺牲跟给予的爱，第二种爱是什么？我嘛袂记啊。将尊为卑的爱，第三种救恩的爱。十字架的爱会通望着咱。所以兄弟姊妹，咱若袂记得上帝的话，牧师今仔讲的话不要紧，不要有罪恶感。你敢若会记得讲，耶稣听我安就好啊。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嘛甲上帝讲，上帝，我是一个含慢的人，我是一个愚戆的人，我何等何能会通明白你奇妙的作为，甲亲笔稳重的奥妙？主啊，足忝，我不爱想遐济啊！主啊，帮助我。伫这2种、3种的杯中间，我不爱头前迄2种，我干那一种就好。圣路、圣杯，圣经讲分别最圣。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因为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血所设立的，这个就是新约，是我的血所设立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耶稣对耶路撒冷放落荣华富贵的王帽，耶稣点点行往各国他的道路，甚至有一个人作衰，互人掠来判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但是因为伊作衰，所以伊就福气。伊后来真侪初代教会真要紧的速度，有一条路叫做苦路，但是伊后来真侪圣路。有一个杯是苦杯，当耶稣啉了后，伊变做圣杯。耶稣讲：主若通杯啊，若通将这个苦路苦杯离开我，但是若你的旨意，我就顺服。求天父上帝帮助咱明白耶稣基督的奥妙。所以兄弟姊妹，问你家己，你要选择什么？愿咱同齐的答案是讲：主耶稣，我要选择你，我不爱底下有诶无诶。主耶稣，我要选择你。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主的心摇动咱，拍开咱的心门，亲像咱历代的信仰的老师教咱讲，有当时爱开门。有当时爱关门，亲像咱的教会送咱的以利亚进的锁匙，你搁重新甲摕出来搿个。你讲上帝所开的门，无人通关；上帝所关的门，无人通开。我要成做上帝好的守门人，因为上帝将荣耀、国度、权柄放伫我头前的道路中。上帝所开的门，无人会通关；上帝所关的门，无人会通开。主祝福恁。该放落来，爱放落来，兄弟。那阻挡你、颠簸你，迄毋是祝福。兄弟姊妹，该当爱放落来，你的手爱拍开，
你才我都牵着主的手。兄弟姊妹，上帝大大祝福你，因为你我咱拢是耶稣所听，伊用足大的心血，伫十字架顶悬，甲咱赎回。所以兄弟姊妹，为耶稣来活。哥林多后书讲，互耶稣基督的听望着的人，因要为耶稣来活。第15节，伊讲因嘛愿意为耶稣来死。死无一定代表肉体，死就是代表伊的骄傲，代表伊的自尊，代表伊对家己的坚持。主张，主我将我的主张对交伫你施恩宝座前，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互咱甲耶稣基督同个活。十字架的奥妙就是耶稣基督的观念。耶稣带迄个大賊哥讲，打到天國，主啊，求你互我对你到你的天國。主耶穌帶伊的靈魂，嘛帶咱大家，甲伊同死，甲伊同個活。願今年的個活節，上帝祝福咱在座兄弟姊妹，一個新的願望，一個新的旅程，一份新的活命。咱同心來祈禱。親愛的主耶穌，阮何等的不配，但是阮何等的福氣，在阮還未認你的時，你已經知阮的心思意念；在阮還無能力通悔改的時，你已經用你的生命來贖回阮。主在你至聖的聖殿的內底，阮甲主你誓約，主你為阮死，我要為你來活。主你為阮活，阮嘛願意用阮的死，甲你同個活。主求你賞賜聖神，互阮超越這種的財物甲道理，互阮的心思意念遐爾自由，就真正活佇你和我的大權能的中間。主，你的羅卜恭敬將阮所聽的同齊兄弟姊妹交佇你的手中，主求你憐憫阮，賞賜阮氣力，互阮無互你見笑。阮佇你面前恭敬祈禱，我靠你的聖尊名，阿們。是咱用聖詩333首，引導上帝聽。好膽認基督，咱互耶穌救贖，戰其野權佮憤志，毋准伊名受辱。主帶軍兵，着對伊直到對敵降服，請起你吟全首。
请坐，请咱准备心奉献。咱用祈祷的心，咱用耶稣听你这条诗歌，咱来行平安礼。伫咱行这条诗歌的时，咱伫咱心内想着咱身边的人，咱求主耶稣的听，伫咱每一个人的生命中，耶稣听你。生中最大的福分就是耶稣永远听你，求咱脱离黑暗的关系。带咱进入光明的国度。这礼拜无论你会通来参加祈祷会，或者有困难、大合上、鼓励上，拢不要紧。咱的教会拢有直播的一个缘道，无论你有参加直播的缘道，甲无参加直播的缘道，拢不要紧。你会当家己做一个礼拜的受难组的祷告，莫参与一些活动，比如讲去卡拉 OK 啦。去安尼超花吼，伫即礼拜咱尽量用敬畏的心来默想，耶稣基督会听。
互咱的生活伫即礼拜有一个简朴，有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下面咱来为生日的人来祈祷，即礼拜有生日的人，有陈汉姊妹，有陈基正，佮有刘宇乐，咱请生日的人来头前，咱为生日的人来祈祷。即是我来报告，顶主的聚会咱家己看。本周的聚会，咱拜一甲拜六拢有祈祷会，暗时8点。拜五是联合礼拜伫迄落保养院。拜六青少年聚会，咱应该是伫迄个甲祈祷会。早间咱嘛是伫祈祷会来。圣感后在咱书会，咱后礼拜请班管执事领诗清扫器第二组，诗琴是春惠安姐妹，诗言是廖美华甲春美秀两位执事，招来是第二组，咱爱餐有暂停。新安公园读经表，咱请继续照安尼灵修，具体交通3月29甲4月初3是受兰州有受兰州的祈祷会。邀请大家同心来感念耶稣的十字架疼甲救赎，通过禁食甲祈祷，追求基督内底的新生命。4月1日礼拜5的暗时有受兰州的联合礼拜甲圣餐礼拜，伫迄落保养院，欢迎参加共领来圣餐。第二4月4日，搁偌济清早5点半伫王景的渔港有早阳礼拜，教会是5点出发。主日礼拜有洗礼甲圣餐，请咱准备心。4月11日下晡3点，王清良牧师就任报道教会第9任的牧师，愿上帝赐福。就是杨雅春执事纪念奖学金申请资格是大学70，高中70，高一的75。国中75，国校90，请咱紧交成绩单。第5，疫情期间确保健康，请大家做好自我保护。出席礼拜甲聚会请戴喙掩。咱为生日的人代祷。奉献后有毋对，咱请过界人员来反映。代祷事项第1为台湾甲世界度过武汉肺炎感染期来祈祷；第2为心心欠仔的兄弟来代祷；第3为教会青年的心灵甲课业来祈祷；升高中的以及大学的；第4为谢恩青年的婚姻来祈祷；第5为姊妹教会来代祷，富林一职以及德科大亚。这是咱念上营圣诗508首。
天下万邦万国万民敬拜上帝白囝圣神，俄勒三位一体上帝，尊名流传直到万世。请纪念任全省任时刷，请张牧师祝祷。愿主耶稣基督恩惠、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感动，相通扶持，甲恁众人三甲伫地，对即时到永远无尽。阿门。请坐，别得避讳。